有致癌风险的石棉哦，早期拢用来起厝做建材，最近有真侪旧厝的拆，所以嘛需要特别处理。苗栗县哦，今年是补助140栋，也毋过扣掉旧年还未处理的量，今年只会当处理80栋，所以就爱抽扣啊。有环保团体是认为，应该爱定出排付的条款，嘛爱定出优先处理的顺序。甲石棉厝遐放入去太空包，搁再一堆飞机送去哩火车。环境部旧年头一届补助清运废弃的石棉厝遐，苗栗县申请补量，今年改以抽签决定顺序。拆除业者证实市场的需求量真大，一个月会使收到15件的案件。一个月光我这边收到的需求7、8件、10来件都有啊。我不一定每一件都会做，或者是能做到，不一定啊。我们知道的需求就是这样子啊。石棉是一级的致癌物。早年启用大量用地的建材，随着老化破损，拆除清运需求大增。去年就有台中工程行业业者为彰化收石棉厝遐顶废弃物，运到苗栗大安溪附近来倒，去警方逮捕的案件。苗栗县府去年公告补助清运270栋，无到一礼拜就有330栋的申请量。今年补助干那有140栋，先处理去年无清运的60栋，就干那剩80栋的量。这有事前有一些宣传啊，所以很多民众知道说。有这个补助方案，那所以说一开放之后，很快的民众就来申请。环保团体是认为，补助对象是主体农业设施、宗教场所、学校、农会，也有已经停业的工厂等建筑物，应该设定排付条款甲优惠损失。清除石棉瓦这个补助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在怎么选取受补助对象这部分，我觉得。第一个一定要有排付条款，第二个你优惠顺序应该要列出来。环保局表示，这个月23至27号受理申请，符合规定者会公开抽签决定优先清运的对象。为了避免石棉粉飘散，民众应该委由合法的厂商处理。凊彩有未到，会使依法惩罚处1至5年的徒刑，并可轻5万以下的罚款。公司新闻苗栗报道。